老爷，禀老爷夫人，养罪他小姐大姑爷，二小姐二姑爷，行罪四小姐四姑爷，五小姐五姑爷，得来各式各样随礼，一起进京拜岁来了。夸夸有请。老爷吩咐，有请各位小姐姑爷。女儿起来，谢有请。儿啊，众位也是女儿，入仓辛苦了啊！岳父岳母。常言道，丧事当中分自康，我夫妻拜儿郎到汴阳大姑爷不愧是长氏公子，小心顾家。弟弟母亲。出去随心小开开，谁比暖山金辉？你女婿渐渐都听我姨娘养了到我家来。天气色报那放晴从哎，为养老虽系不便草配配。二姑爷是养罪随父，老爷你快在金瑞心多讲理呀！有先上这玲珑山，佛林衙门，城上了翡翠宝瓶凡人称，弟弟是亲家本是同苍云，福山有因子心，母亲
家教子有方，不愧是相公后腿呀！这两对小夫妻呀，真讨人喜欢。母亲，杨醉的花园树顶之月太漂亮，我还是到我家来养。对，一定到我家来。杨岳父，张旭是同长子林青儿老到我家来。好了，不要争了，你们多于小心，等我高老以后再做丧礼，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。老爷，母亲，你再喜欢我，你啥子不到我家来？女儿不宜。真是把你宠坏了。哎呀，老爷呀，是个女儿好小心，更难得个女婿是儿亲。堂前花开雨不动，可惜是年逾三春天来临。我是个亲女儿，够了。禀老爷夫人，三姑爷三小姐拜寿来了，带来什么寿礼？一上空手。这公领养的野丫头嫁了个穷书生，沦落天涯，他来做成。父亲既来拜寿，可谓自理嘛。吩咐他们进来。是，三姑爷三小姐，老爷叫你们进来。官神请，娘子请。有父在上，女儿塔里摆着谁带？也是女儿，起来，起来！怕了。谢弟弟母亲，三小姐彩玉。你们二曾从哪里而来？这一项家境可好啊？有父有母啊！想当年买别岳父去金陵，娘子她真心做何事恨？看去谁富靠名落深山外空谷列子报我一片心，是娘子却只算来谁期待？因此让上背罪到父门。恰也难为你们了。拜寿，一上空手，趁我体痛。弟弟母亲啊，如果
为爹娘手下两双早生辰，这倒是千里来把我忙送你破青葱。小昨夜郊外投宿店，可恨前程讨厌你，生不分文万不争，一路安慰我关心。你们还剩空腹而饮，未曾用餐咯。不用食了，彩云。父神，你陪他们到厨房吃饭去。父神，即刻就要开宴了，送三小姐、三姑爷一道吃吧。斗嘴。好吧，娘子娘好菜好饭宽待。是。父神，三小姐、三姑爷，随我来。哦，呀，父神，官神，哎，娘子，哎呀，父臣为何不让他们一同宴会呀？哎呀，算了，他们上不了台步，来呀，吩咐奏乐开宴。是，奏乐开宴。
两女婿两样款待，三小姐委屈你们了。不要这样说，彩玉。花是同源不同根，我与那姐妹平地一母生。想当年生母传召年送海，举国女多亏叔父养几生，弟弟随我命令女马此南方养育归来北辰父孝敬，娘亲见证也该应，还须不是外来生，你看他来生不低头，是三姑爷，彩玉，来，哎，你看这书本上说，雷阳谈表永生不尽，唯言不见其乐。你放在这里，我可听不懂。彩玉，来。是说生人的子名叫严伟，子的破房子，用的破篮子，经常我徒子。可是他有书可读，照样十分快乐。我这里有你彩云照顾，胜过严伟，10倍10倍哎呀，姑爷真好呀！这上水叶已经做好了，彩玉，你来看啊！哎，这是我的母亲补做的花样。哎呀，三小姐真好看！哎呀，三小姐，我来。哎呀，姐妹们快来！哎呀，快来！雅莲，什么事？去看看这个穷姑爷是什么样子。去看看。
你们把三姑爷当什么样式款待？姑爷嘛见得多了。哎，看来你的姑爷是什么人呢？我的姑爷堂堂上市公子，状元中子。我的姑爷见着宰相圣旨行最才子。我的姑爷也宰相圣旨江南名士。我的姑爷养尊水府，有才有势，这本看马脑，但想撇茶烧，山中还未切发了，拿去为官为马。我们三姑爷不想虚华蒸腾也报仇。三姑爷牙文好，骨气好，心脏好，死了运转，别走长远。他中长远，你我将为上严谨。你管当督嘛谁当督？你看中这江花长远，接他做小老婆好啦！小老婆，你当真了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走开！不要吵了。雅丽，我看孩子把你宠坏了，4次出言失礼，太没于规矩了。雅丽，与我无关吗？吵架本为嘲笑你，岂为了彩云又悲啼？娘子啊，他真不及小神姑，荷花出水于高地，夸我不作戏，骂我不生气，言巧文字红无字，何必婢女之言偏是非？官神啊，偏谁可不彩礼？人多看茶要生气，谁郎君不为天涯风霜苦，怎不想起早催生饭离非？
想接着岳家，这位景阳继承所父，他痛恨念宋专权，具有自坚之意。等他回来，替我面前自坚自己，偏为暖境。官人，你立志为民之后，为我报杀父之仇，妾身无不依从。娘子，夫人，擅长，接我出来！二姐夫人来了，请里面坐。哼，里面也孤穷酸气，我不愿意进去。是啊，上等之人不尽下等之法。那么有什么事？我来问你，我的贴身丫头，你为什么骂她？为什么当她？你这是老夫腿上遭殃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当然要看此人面，谁管欺负小丫脸？丁府丫头不低心，官身见了白小爷。看你一生穷酸气，办什么小的家子在人间？哈哈，扬州定法万事女娇贵，升天仙，谁管轻易来得财？神魂所绑而离别，今朝对你乱卡情。不管你夫妻不长，不问封建。二姐、继父都来娘家做客，还当以礼相待，岂能以夫欺贫，实话不讲道理？谁不讲理？谁不讲样子？这种人不可理喻，何必催他？啥？没有这么扁担，我不进去。对，我们进去，且慢。你们一生珠光宝气，禁不住这王中穷酸之气，何必进来呀？是气死我了！谁告诉我进去哟？哼，对，告诉曹母娘去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你随捧后分，为弟弟母亲补做的手啊，两表称心。哎呀，母亲，这种袜子在我们扬州府中，这配件下等人穿哟。拿下去是门公夫妇。是，母亲。
三成。本年你夫妻穷途落魄，好以受累负重，你这官得罪贵客，万不当面赔礼。母亲，婢女草马生死，乃是孩儿最无端，请母亲问过彩云便知。哎呀，母亲，分明你偏心错怪，有梦小姐告辞了。宴席走下，与我作主。是。先生，你管言我错怪？女儿没有。你管言我偏心？女儿不过。上不赔礼，偏为不孝，须相留在府中。岳母啊！我夫妻一片诚心中在谈，独自为父有子难放怀。遇到是父儿夫教贫无残，并不想攀龙附凤长门来，三层他抓也一何也请效力，拜别不用用财，谈等见过岳父面，成长苏醒眼里开。心来，你们要走观花走，何必再等老爷回？永世不见父孽女。委屈你们了，这是你们囊中空空，正好上路。待回去回报，谢谢官上银子，最最不止。大姐，官神，真不与我商量。官神，哎呀，娘子好不糊涂啊！怎管为他母已接近您了？这。娘子，我们还是回南京去吧。三姑爷，三小姐，是彩云，
里王朝索马索参。翠玉，书信一封，请教岳父。是。我们走了。妈，免得傍生一人，随我去走边门。
以后的情况。他是不好了。杨继成为京长本在当朝，他今想搬到聂松，不怕因何死生少。老聂松张枪只是把忠心表，引得那叛水他怒气冲霄。他妈几人慌在本，当定那本下铁牢，也想咬牙横杀过唐廷进犯，命难逃。两班派我才官报，吓得我瞪口哎，心思僵。怕只怕难免往黑风波。杨氏情所曾经老爷这官司啊是好。你父亲要对家中玉其实我们要为去了小婿高子。这下就要到走。哎呀，岳父，倘若早与念想交好，也不为生死之恋。岳父也太没有冤情了。告辞。儿啊，大姐，弟弟，母亲。大继父，这你们还不快走？岳父家越南怎能也罪了之？你弟弟出使京城，常年到佛教寺下，岂有完乱？万事快走的好。弟弟，我们还是走吧。不，岳父，不要连累你们万事委屈吧。岳父，弟弟，走吧。自己一场空，女儿姑姑离娘走，她难道来过西呀东？哎呀，老爷。西东哎呀，父亲啊，天天哭哭与何用？不是趁早真相弄，帮忙可教三成女，后冤还有真龙。这个不孝之人顶偿于我，被我关走了。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这是三姑爷留下的书信。
玲珑，他是三不三夫，夫必三生，劝我按住继承之家。哎呀，事情来不及了，孙子下。杨继康前驾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杨继生诬告念宋丞相，财大弥天，本当9日前奏。念杨继康平时忠而谨慎，从宽发落，今日起挟持为民，草木家产，作册进度。接着。下你我两条老也不受理，只好到扬州去对靠女儿女婿了。只是路途遥远，死后去的老爷菩萨，老爷菩萨，孤女彩云，承蒙受累所在，如今老爷有难，彩云理当照应，生死相随。来了，爷在哪里？刚才我到上师府、大吉府、到南京去了，我在厅堂门口一站，只见大吉背着岳父岳母，我弟弟母亲什么打扮？穿着员外夫人衣衫，上下一身新。看来我弟弟没有忘在，
乃是高老还乡。哎呀，你为什么不敬我弟弟母亲为夫？没与夫人做主，我不管呐。你真笨！但是我母亲便有30万私房银子，30万不能让大姐倒腾。雅莲，快吩咐别叫到上师傅去。是，你去做什么？接弟弟母亲到我们丁府来。哟，还没到哪里去呀？大继父，你从哪里而来？我从南京刚回来，回到家？没遇到家。哦，你没遇到家，那我到哪里去？暂时不告诉你。大继父，大继父，请。二妹夫，女兄去关南京，分得念想群势将暖，他要把杨继生的情谊一一查问。那你我两家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因系女兄当同关键，得知念想光生女子，你我尚能孝敬念想5两银子，便可摆走你我，且可以通神。这点小本扯得慌。好，这封拜人义父的书帖，我马上与你退。他继父也如此莫遂，拜托，你要弄到书房去。请，拜托，请。好消息，一旁坐下。谢弟弟母亲。来呀，玉，你见老爷老夫人准备香汤沐浴，跟外领楼衣裳。是。你见老爷老夫人3日我房熏香点笔。是。这么定当以后，吩咐侍郎烹调3种海味，叫老爷夫人在荷花厅设下酒宴。是。好女儿不必铺张了。是啊，自己父母不是外甥。老爷老夫人，二小姐想念2位老人家，可得嘞，眼里哒哒的，哎呀，真是过啊！母亲
衣裳有你挑，洒在家中眼前。哎呀，儿婆你，谁喜欢莲花房娘？哎呀要啊，哎呀要啊，哎呀花房娘。亚丽，你就加丁请我上师傅，把老爷夫人的香炉木节引领包裹，偷偷地拐到这里来。是妈呀，弟弟，还有什么吩咐？儿郎，为父死尽，也无所欲了。弟弟，此话怎讲？为父下至为民，草木家产，到此两手空空，哪里来的佛界享乐？是啊，就连身上这套新衣裳，还是在上师府中你特地为二老换上的。禀老爷老夫人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滚！三套何故愤怒啊？这波贱人不听使唤，真叫人生气。你们手术我去修嘞。哎，不是。老爷夫人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什么？二小姐一听老爷的真心话，脸色都变了。彩玉，你二小姐从小就是一位儿哭一位儿笑的。夫人，我看二小姐没有大小姐厚道，我去请大小姐来再做商议。彩玉，妈，亚丽，你要做什么？当初你这前身，长着老夫人宠用于你，你打我一巴掌，我生气腾身。今天你东家失势了，这一巴掌我要打完。亚丽，你滚！为什么不滚？彩玉，老爷，彩玉爱当思想，只怕你们这里治不得了。我去请大小姐来，接你们回去。彩玉，夫人，看来彩玉言之有理呀。三套，为父腹中计了，莫你何话听谁言？快被为父赴宴去吧。哎呀，弟弟，此日不巧了。真是不巧啊！你女婿生今天约了杨再这里的府上举公，在荷花厅请客吃酒。哪有法嘛？不在荷花厅，可以另外设宴嘛？是呀，上道，自己的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膳。哎呀，母亲说得对，自己的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。亚烈，快带老爷夫人到厨房去吃饭。是，两位老人家我晚了，请到厨房吃饭吧。你
夫人，女儿这样小心，我倒要尝尝这个味道。老爷，富贵女儿为什么骗我一声都大？二妹打起来了，弟弟母亲你到厨房吃饭去了。什么？到厨房去吃饭？你弟母亲。冷菜冷饭也不香，也真心叫乱麻。切不捏，饭不葱呀你娘的妈！他把爹娘当作一代老教化，望天雨夜来当他。我把上头前程啊，卑微不恨咬牙，快与我陪谁乘错雷跪下，要不算到你婆你高过寒呀！这个跪下，跪下！跪下！快跪下！你过来，要告不念你去告，我这小也常常知道官呀，这是你上门来敲诈，天大官司我不怕。天哪！弟弟母亲，生女儿回去吧。不许走！官神，好他的，胆子没遇得到我的同意，怎管谁来他们？官神，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啊！在家从父，你可以听他；在家从父，你休得听我。不要理他们，你叫我回去。官神，快回去！官神下跪，举官神发慈悲。那不是的娘
下赠为明月大雷，一路随起风上苦，风中残年平天色，但愿人在我家内长断气象，不离开关山。许我情小大的亲兄妹，关神啊，唐山不肯依我，为妻母归死地上儿郎情来呀，起来，听我说话，起来，娘子，你怎奈颠倒把父乱讲？也想过本是当朝他忠良，杨继成手不杀黄州本，他才是见证马玉好下场。你父亲下着为民办有才，我啥子收与他遭殃。可知我要百年香做你父啊，老来早比往还当为栋梁允许你为家去宁府杀了，送他们作为盘缠在他乡。好，我也差50两，可算绳子一清了。好，娘子不用为家去，
二妹见我也有。亚莲，见我弟弟母亲区不了银子，在家两套衣服。什么衣服？我大姐夫府中结什么新衣服，我们丁府也结什么新衣服。是不用了。弟弟，弟弟，夫人，把衣服脱下来。弟弟，弟弟，母亲，弟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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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母亲，这叫你儿死这等部分中间上查这不知土的东西，恢复的一点也不见。结果我要骂神，不要理他们，走。天能相见，儿郎，你万受委屈吧。现在，清醒当真，与子云相思多几次。
儿啊，为父不在家中，可与客城到来。弟弟昨早傍晚，岳父岳母与彩云相伴来到这里。果算是他，果算是他。他还讲些什么？弟弟，岳父生遭受之面把关对，嘲讽家产几门生。再问岳父到扬州找女婿，一个个顺着作风不知虚。谨慎！你们看看这书信。这是大金兄于子云的书信。于子云奉念相之命来到杭州，下书警告于我，说是收留财官，偏为同大。弟弟，你们还是快叫岳父岳母悄悄出门去吧。弟弟，又不是你同窗好友结为亲家，怎能薄情错走？他跪下，跪下！伯伯最好，好好。哟，老对子啊，侬与普渡山回来在啊？回来了啊？耶！你们跪在这里做啥？母亲，弟弟回来而收了岳父岳母，大发雷霆。母亲，弟弟要将岳父岳母捉出府门。啥？请不阻止。哎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与我。哎呀，夫人呐，啥？你可知这件事非同小可啊？啥个大事体啦？哎，起。不要紧，与我。起。喜得亲家远逃而来，本娃快去请亲家公、亲家母出来，和背对援军。是。哦哟，老对子啊，搿侬做啥喊我一跳啦？哎呀，夫人呐，你可知闭门家中说，我从天上来，杨继康乃不祥之身，岂能轻易留在府中？啥？哦，亲家上门不祥之人，留他不得说出府门。你，呀，老爷，侬此番与普渡山，特不软心在，我已见到良心跌落，不压根吃他在你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老爷，老爷说话分中听，怎么亲家不相称？当初是侬的同窗语，同你那个为官一称。常来常往常相近，上那个儿女配成婚，与今你缘分，杨家成家一家生，思亲亲家早在心，千里迢迢找上门。神穷志不断，哎呀，皇帝操心。夫人可是留下亲家我做主，侬怪儿子为何因？老爷侬要仔细称，仔细称啊！母亲，切莫做落亲不仁的事理，神啊！弟弟，
哎呀，夫人啊，不是老夫心太狠，你不从人报应是少生，何况你曾不常财，他在你下要灭门。你们不要去了，有夫，亲家，亲家，请坐。想不到千里奔波，到此碰壁。这真是可惜亲家哉！哎呀，老对子啊，难道没有办法可想？办法？办法倒是有一个。可是，亲家的大女婿已半年相不回你屋，我陪亲家前去找他，想想办法不？我绝不去那个生杀作父、一官尽生于至于陈年兄告辞了。哎呀，亲有夫，家，对不起，女孩
被奸当狂奸，要生死非果。亲家，哎呀，亲家，夫人你哦，300两银子借亲家做官做。亲家你，你的母亲已经夫人，你再给我
令姑娘欣喜。嫂嫂开门，嫂嫂快开门！嫂嫂，姑娘，二弟，快去拿姜汤来！哎，老爷，夫人，是彩玉，彩玉，老爷夫人在哪里？在郑王庙。郑王庙。哎，嫂嫂，二弟，你叫他强好好照顾他，为嫂去谁来？哎，嫂嫂，嫂嫂，他怎么去了？这叫我怎么办？姑娘，你喝姜汤。姑娘，请喝姜汤。姑娘，请喝姜汤。我这，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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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姑娘欣喜。你是谁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姑娘，姑娘，请姑娘放心喝下这暖肚汤，这里是南京城外这家庄，只为我兄长关靠福音信，奉少命当听金榜上街呀方，半路上见你昏昏倒在地，真惊得冰雪满地，说风
身故相聚你，顾不得男女之间与他旁。这草啊，是我嫂嫂一生恩赐，就你来与他做伴，也无妨。姑娘啊，因何落难对我讲？不要悲伤来忘光。姑娘一定生欢乐，你只管披上嫂嫂去与你上。受了何生恨，海远受穷走他乡。重量，老爷下旨为民恨，情欲不慎，受凄凉。四个女孩多供养，谁老了老才一想。心生端详，比起老爷与
季康乃是我嫂嫂的父亲。你嫂嫂是谁？兄长周应龙，嫂嫂杨三成。姑娘，我还是扶她到嫂嫂房中去歇歇一晚。彩云，彩云，彩云，彩云。夫人，我们到那边去看看。哎呀，夫人，小心了！哎呀，夫人，小心了，小心了！老爷，彩云他不知去向了。老爷，天安地动，路已走前。你我不是也死？我怨恨未深，恶人未报，我还不想死你。天昏地动动不是落难生，我心中还有一点暖和味。好彩云，乞讨最曾去心内，暖进城外。一心喜盼雨伞吹。一个个亲生女儿，好不是争取找陪我受罪的不孝人。你自行放下于何用？对我已是了残生。夫人，哎呀，夫人。弟弟母亲，弟弟母亲，弟弟母亲。是谁呀？好像是三成来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呀？弟弟，三成。弟弟。
我是你的女儿三春啊！他到哪里去了？弟弟母亲，彩云睡在我家，请弟弟母亲进去自省。母亲，快进去。彩云，母亲，三小姐，我的亲女儿，皇上，快来弄弄绳子。二弟，快来见过我弟弟母亲。这儿周世龙拜见杨家八五八母少礼。彩云昏倒在谢地里，多亏恩公相聚。多谢恩公。嫂嫂，万一烧好，请八五八母用膳去吧。弟弟母亲，请。来到故乡心飞腾，醉饮龙模样我给秋苏生，谁说我金榜题名为新官，查明经一路四方到南京，迎来母亲金陵府，到家中想为母亲养三层开门，三层开门。娘子，官人，你我来了。我来了。面对郎君心书生万事去尽。官人啊，去为夫事所也真，天天盼你做家门。不得功名不要紧，夫妻相守过光阴。娘子不要小看于我，娘子你来看。
官孙，这计娘子，此番不是金榜题名、长远结敌，您想过随我为门生，做了妾身心安。你腿靠那老惨了！哎呀，冤家，你怎能不忠不孝，轻财不分？娘子，分得好，你这是为何？原来是岳父岳母驾到，小婿他来参拜。你想不到你也是个口是心非、趋炎附势之人，老夫我绝不与你这残差作夫之人为伴。冤家，你想要夫妻到老，这计议也可以我抛掉。且慢，娘子，母亲，请岳父听小婿亲信奉禀你与我讲，岳父啊，小婿登门谁把相过背，为的是生日不悦此台，为此追寻老者妾身他把我妾身心安出京来，一路上不四方擦肩当，让我念彻的滔天吹，凭一世苍天追奔皆凡岁，落一光。为国自坚，为民自黑，方成我雄官孙，娘子，哎呀，倒是老夫一时心结，错怪延续了。三姑爷，翠玉，多亏你照顾孩儿了，兄长。老的地方外家产三龙，今日里母亲落实请大寿，孟三妹见我哭。
被人累死了。生着所无的衣冠禽兽，谁是你的娘子？哎呀，娘子，是今年生丧命，我是个着迎娶万世杨子郎的女婿。今日一来，与娘子破镜重圆，二来拜祖岳母，落日他生。何曾猜测说话？岳父岳母在上，小婿他里拜祖谁带？你万语连来见我，不要理他，夫人请。娘子，听我美言几句，就是被人得罪二老四过一回，今日得来登门谢罪。娘子，谁听你的花言巧语？出去！娘子，谁是你的娘子？三姑爷，三小姐到。此年当去天下，安民共庆，走法律。草纲不太用兵，为父亲岳母面，共生死离。也许女儿少礼一旁坐下，谢你的母亲。三妹夫，不好哭啊！见他姐可悲的令人怆情。他姐，你什么话就说吧。三妹夫，劝你重判这衣冠禽兽，于子云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情理难容。来人呐！在！将这无情无义少年挂出这头，关了出去，永远不许他们。是。关了出去，娘子，岳父。老爷夫人，杭州陈老爷全家到府，有请。是有请。亲家到来，非常欢迎。女婿拜见岳父岳母，也是女儿起来，谢岳父岳母。拜见保父老，不管呐，不管。亲家请，亲家。报是亲家到来何事啊？哦，专程来为亲家办寿的。哦，老朽当年飘零四方，无存收入，今日亲家他来拜寿，哎呀呀呀呀，使我好不惭愧了亲家公，亲家母，我个老头子嘛，是没面孔来拜寿。今朝啊，是我硬拉以来
百里，哎呀，多钱噶！哎，老朽当年位居剑道，能得了二位亲家，多多有才，多多有才。看在亲家母份上，哎呀，不贵呀，不贵。是啊，你们万事要好亲家，应当要好，应当要好。请两位亲家先到花厅用茶。做什么？我要我抬上眼睛。老夫人救命！先生是。哎呀，母亲，借别势力，讽刺我引入美妇，我要我抬上眼睛。你胆管到此吵闹谁？不，我们是要岳母大人拜谁来的？谁是你的岳母？母亲，谁是你的母亲？哎呀，弟弟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。先生，谁是你的母亲？你叫我走！滚！我不走，富个女儿百岁，为什么偏偏说走我？你们不生我女儿，我死也不走。真气死我了！你不言行小姐为夫，你对新人来了，话话有情。红芒挂着西城上，金子上谁当？传奇的娘上你，所愿上情永满有母在上，小婿大礼走拜前去。也是女儿，快起来！谢弟弟母亲。儿啊，母亲，贱人，你来看看，我与这个小人女儿生理不配。儿啊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母亲，不要生气了。对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来呀，吩咐谁要生